地方放送头来看台中，为着要让囡仔学习会当甲社区连结，台中市金国小的老师有设计跨领域的课程，鼓励学生用无同角度去认捌观察社区，再个用无形也是立体册方式来呈现因看到的景色，创作属于在地市政故事。为咖啡厅到机车行，每一间店的设备拢真完整。这个模型拢是台中市金国中的学生家己完成的作品，配合市政故事这个课程，以新动力的东海商圈为主题，甲在地店头甲街仔路用立体册或者是模型的方式来呈现。当初选这个是因为我对机车有兴趣，我们就是先把里面的内容一些硬体的先做好，然后摩托车就是另外用纸板还有粘土跟铁丝去加工。一开始老师是让我们先画透视图，让我们先去拍照，到场地拍照，然后后来看照片，我们分工合作，然后画出来的。市政故事是后来的老师经过讨论，结合6种不同领域的课设计出来课程，鼓励学生进入去社区内底观察、探访，再个用艺术的形式来记录因看到的景物，互学习毋是干那出现伫校园。佫会当运用伫咧生活情境。这个是我们发展许多年的一个跨领域、跨科目的校本课程。对，所以呢，同学们必须利用这些课程所学习到的职能，做一个整合跟深化，把它应用在这个店家模型的制作的前置作业，比如说这个物件的比例、尺寸的分析啊，还有这个空间规划以及媒材的应用。透过学生的角度来介绍社区的人文特色，嘛互学生会当了解家己成长的所在。每一项作品拢代表一个故乡的记忆，每一个细节拢亲像是一块斗图，串联起来就是属于这片土地的市政故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